好，嚟緊我哋會做一個練背嘅動作嘅，呢、個動作叫做 lat pull down，即係胸前下拉。咁我哋咧會正手揸住呢支巴嘅，食指大拇去到呢個接位，咁樣拎好之後咧就坐落去，將大約膝頭哥嘅位置咧攝步。首先咧第一步挺胸啦，個人微微挨後收腹，將支巴咧翻去大約胸前呢個位，咁就好一秒，然後鎖住個背，慢慢放到手臂嘅微曲，咁完成個動作。記住咧，挺胸嘅時候咧要收肩胛骨同埋呼氣落嚟，好慢慢放，大約2秒。落嚟嘅時候咧快少少，好吸氣1、2，放嘅時候咧唔可以放晒，手臂係微曲嘅就 OK 啦。做快少少喎，好吸氣慢慢放1、2，呼氣落，好1、2，大約咧每組咧做8至12下嘅，做3至4組咧就可以鍛鍊到我哋嘅背肌㗎啦。呢個動作咧佢主要係練翻我哋個背闊肌嘅。